今期同大家探討一下耳道發育不健全應該如何驗配助聽器。耳道發育不健全通常是指耳道先天性發育異常或狹窄，可能與小兒畸形、外耳道閉鎖或狹窄等情況有關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常規的氣道助聽器可能無法穿戴或效果不佳，因此需要特殊的驗配方案。首先進行全面的評估，耳科檢查，由耳鼻喉科醫師評估耳道結構、鼓膜狀態及中耳功能，確認是否有外耳道閉鎖、中耳畸形或內耳功能正常與否。聽力檢測，骨度聽力測試，評估內耳、耳蝸功能，判斷是否為傳導性聽力損失，內耳正常，聲音傳導受阻。氣道聽力測試，評估整體聽力損失程度，依聽力損失類型選擇助聽設備，若為傳導性或混合性聽力損失，內耳功能正常，骨度助聽器透過顱骨震動直接刺激內耳，繞過外耳和中耳，是耳道閉鎖、狹窄的首選方案。氣道助聽器方案，若耳道有部分空間，可深耳道式助聽器或特殊耳帽，但需確保耳道無發炎。可通氣，專業聽力機構驗配流程，選擇經驗豐富的聽力中心，確保驗配師熟悉耳道畸形案例，能結合醫學診斷制定方案，震耳分析驗證，使用探管麥克風測量助聽器在耳道內的實際增益，確保輸出安全有效。適應性訓練，逐步增加佩戴時間，配合聽覺復健訓練。重要提醒：勿自行購買助聽器，耳道結構異常者若使用不當，可能導致耳道損傷、反饋笑叫或效果不佳。專注於心理健康，尤其是青少年，需關注因外觀或聽力問題帶來的心理壓力，必要時提供心理支持。總結步驟：耳科診斷、聽力檢測評估、選擇適配的助聽設備類型、專業機構驗配與驗證、復健訓練與定期調整。建議盡快諮詢耳鼻喉科醫生和聽力中心，制定個人化方案。早期介入對聽力復健至關重要。